打顶这看起来青脆好食的蔬菜，拢是菜农蔡良瑞家己种出来，而且这些菜拢是以凤梨酵素代替肥料，尽量减少农药使用，所以伊的菜受到真侪注重健康的人喜爱。也是因为家己种家己卖，伊拢会将卖剩的菜捐予绿色机构做公益。这次因为受到信义电台主持人张丽珍的牵线，将固定拜三甲拜五捐菜给脑麻协会，帮助因义卖。脑麻儿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卖菜的活动，在跟社区的民众有一个互动，然后呢，这个经费呢又可以有用，然后重点是这些很棒用酵素养有机酵素油，对，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，我们阿来哥他的发心。事实上，这个活动呢也已经进行有一阵子了哈。那当然期间有一些好朋友，像主持人真理电台主持人张丽珍的穿针引线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，觉得非常值得告诉我们社会，告诉我们台南乡亲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买好菜，做好事，让资源得到最好的发挥。生活当足久就有啊，足久啊！民国82年就开始有咧捐菜啊，孤儿院啊，哦，82年就开始拢有啊。啊，即届是疫情迄个冻一个，人唔敢出来采啊。台南市脑麻协会嘛，也感激蔡良瑞诚心付出，用心帮助脑麻儿。感谢阿来哥哈，那个提供这个蔬菜给我们脑麻协会，啊，让我们脑麻协会啊，也多了一些收入啦。我们的孩子呢，在那边也有工作可以做了，因为他们回去以后会把那个菜分装啊，然后再卖给社区，还有一些左邻右舍这样子。好，再次还是感谢阿来哥提供这么新鲜的蔬菜给我们。爱心活动嘛，得到市长管理处处长陈豪吉全力支持，甲现场贵宾共同摕到酵素蔬菜，呼吁台南的乡亲朋友做伙来，以实际行动关心社会绿色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